害羞的初恋。你眼镜呢？刚才碎了。你没受伤吧？没有。我送你回去吧。强强，我觉得你今天有点不一样。我不一样吗？我也具体说不上来哪儿不一样，反正就是感觉吧。你不戴眼镜的时候还挺帅的。哦。本来我今天心情不太好，有些想不通的事儿要问你，但看见你之后心情好多了。我爸希望我中考结束以后搬到他那儿去市里上学，但是我有话跟你说。你说呗，我听着呢。这话我也准备挺长时间了。我想跟你说，你得去市里，你不但得去，你还得尽快去。我知道了。热吗？我也去。你等等我，我肯定能考到市里去。等我去了，我就追上你，咱俩就能在一块儿。你说真的？